每地个区的里头你不的，连这个娘家群做的，连这个刚业几个那弄一个了，他提纲了团队，区里的这个么东西，区里的了你么东西，搞到这个东西，那么了国家现在真有来这个东西，连这个嘴巴讲你个嘛的3个月，上了要不去当过了，俺就推干连这几了来位搞了，那么上级比区里的搞不着，让个里头了通讯当。去的蒙的了子，单独提纲了呀，去了个南段这样没西边头呢，去了个南段了呀，干巴家讲到写不赢呢，谁对的这个样子，谁家就7个样子，谁了家就7个样子，谁团大这个样子，第3路当过，俺说我那站的3路当过，对，我说，对，俺说不要让个去的人说你了，家就7个多哎，不要让个去的人说都是新人的了，家就7个多。不要让个去的人就你了，家就7个多哎；不要让个去的人就你了，干巴讲你的了，家就7个多。第3路当，第咱们那边3路当下都开清不去，就做过哪里？第3看着写这个多，按照了俺定的心里看的心里那个儿子呢，第3看着写个样子，没来人把枪打爸爸，下家都把插脚打完，等这个边呢错把最近。下家都把插脚错把谁的？这当的人拿几部给家里，下家都把插脚偷个嘛的。咱们领地拖了呀，那么上级为去路开了一个没长东西啊，马太也比新啊，等这几个拿了了呀，3个定了呀，下家都把新的那定一个米奇人嘛多边，下家都把的空中开始的，到时把开始现在去插脚下呀，等这几的嘛的，因为哪就个是打插脚个意思，那出不是吧？那出不是的，因为呀，俺住那么上级为去路前开个我呢，去路个南头马西呢。来家多嘛，去那个南台马戏呢，靠了我个头去，全都大个人先生老鼠些人走路头去，就这点这个东西，老乡些该全部留下子。抖音。